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接见第25届雪顿节参赛藏系团成员；达赖喇嘛尊者特别接见达兰萨拉所在地冈格拉县的高级官员；81岁的藏人扎蓬在西藏阿坝自焚抗议中国治藏政策；司政边巴次仁访问印度中北部藏人社区；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出席第5届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年度大会闭幕式；驻北美代表会见美国众议院吉姆·麦戈文和前大使布朗贝克；驻南非办事处为巴西学生举办西藏艺术与文化讲座活动；藏人行政中央任命新的驻南非和比利时的代表；美国篮球巨星埃内斯·坎特参访驻日内瓦办事处；第25届雪顿节在西藏戏剧及表演艺术学院拉开帷幕；第14届日内瓦人权峰会强调中国在西藏和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比利时周末藏语学校举办儿童文艺晚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4月7号早上，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中，特别接见了参加第25届雪顿节的各藏人社区藏戏团参赛演员，以及出席第5届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年度大会的各界代表。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讲话时指出，他对雪顿节在达兰萨拉召开而感到高兴，并回忆了在西藏庆祝雪顿节的美好时光。尊者还在强调藏戏作为西藏实民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时，呼吁流亡藏人社区的文化机构继续保护和发扬西藏的藏戏文化。在谈到中间道路政策的意义时，尊者指出，我们不能诉诸暴力把中国人赶出我们的家园，但我们绝对可以通过中间道路政策学会和平共处，同时继续保护我们藏人的文化和身份。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一4月4号上午，在印贝达兰萨拉的寝宫特别接见了达兰萨拉所在地冈格拉县的多名高级官员。在与印度官员进行交流时，尊者回忆了他早期流亡印度的经历，并表达了他对达兰萨拉的亲近感。随后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特别感谢达兰萨拉所在县冈格拉县的官员和警察部门一直以来提供的安保和便利，包括冈格拉县副专员、冈格拉县高级警司、助理副专员等数十名高级官员及家属觐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另外，在世界各地的藏人悼念西藏知名青年歌手柴旺诺布于拉萨布达拉宫前自焚身亡的1个月后，西藏东部安多阿坝又传出一名81岁的藏人自焚抗议中共治藏政策的消息。据可靠消息来源，西藏安多阿坝现中国统治下的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81岁的藏人扎蓬，于3月27日当地时间凌晨5点左右，在格尔登寺附近的派出所前自焚抗议中共对西藏实施的残暴统治政策。在自焚事件发生后，当地军警迅速封锁了街道，并将自焚者带离。随后，自焚藏人扎蓬在拘押期间身亡。自焚者扎蓬全名扎西彭措，终年81岁，阿坝县麦尔麻镇人，同时也是一位长期对中国的压迫政策和非人道待遇大声疾呼的藏人。另据消息人士证实，西藏康区玉属杰古垛的一名藏人，也于3月30号当地时间下午4点左右，在玉属州公安局前自焚，
由于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当地的管控力度，目前无法获悉自焚藏人的身份等进一步的信息。在自焚事件发生后，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本周一4月4号为2名自焚藏人举办祈福法会。司政边巴次仁在悼念自焚藏人的同时，呼吁民众铭记他们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做出的牺牲。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4月6号离开印北达仁萨拉，对印度中北部的德里、奥里萨邦、恰蒂斯加尔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藏人社区展开为期1周的访问行程。在访问期间，司政将参访上述印度各邦的藏人定居点及周边的藏人学校和寺院。与此同时，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作为首席嘉宾，于本周二4月5号在达兰萨拉出席了第5届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年度大会闭幕式。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在发表讲话时，强调了在开展运动和理解中间道路政策的重要性。议长还鼓励与会者尽可能地与中国普通民众就中间道路为基础进行对话。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的代表郎杰曲珠博士于上周五4月1号在秘书长扎西顿珠的陪同下，拜访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先生。在拜访期间，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向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先生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为恢复藏中对话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司政边巴次仁即将对华盛顿展开的正式访问和出席世界议员支持西藏大会的情况。而众议员吉姆·麦戈文也重申了他将继续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和秘书长扎西顿珠还于3月30号在办事处接待了来访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前无任所大使萨缪尔·布朗贝克先生及执行主任马修·格达德先生。随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还会见了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女士的特别助理瑞安·菲奥雷西先生，讨论了司政边巴次仁即将对华盛顿特区展开的访问行程。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拉丁美洲办事处代表景美次仁于近日应巴西前外交官夫斯托·格多伊先生的邀请，向15名巴西学生发表了有关西藏传统文化的演讲。代表景美次仁在雪莉·博伊尔博士和西藏唐卡艺术家昂旺洛尊先生的陪同下，向15名巴西学生简要介绍了西藏的艺术和文化，以及巴西西藏之家的目标和相关项目。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噶夏秘书处于上周五4月1号发布通告，宣布任命次仁曲宗女士为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的新任代表，同时任命仁增曲真根康女士为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新任代表。次仁曲宗女士目前担任噶夏秘书处的助理秘书长，而仁增曲真根康女士目前在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担任欧盟宣传官员。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于上周日4月3号接待了来访的美国著名篮球巨星和人权活动家埃内斯·坎特先生和他的经纪人。驻日内瓦代表齐美仁增先生向埃内斯·坎特先生介绍了西藏境内的最新情况，并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在人权和宣传西藏问题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埃内斯·坎特先生保证，他将坚定不移地提高他的声援力度，并且利用他的自由来关注中国对西藏和其统治下其他地区的人权侵犯行为。为了表彰埃内斯·坎特先生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敲响警钟的英勇行为，25个国际人权组织组成的跨区域联盟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于4月6号向埃内斯·坎特先生
颁发了2022年度的勇气奖。此外，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2年多后，第25届雪顿节于本周三4月6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中拉开帷幕。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第7世林荣波切和阿努纳恰尔邦宗教与文化事务部主席江白旺迪先生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司政边巴次仁在开幕式上致辞时，简要地讲述了公元14世纪藏系的创始人汤东加布的传奇故事，并进一步阐述了达赖喇嘛尊者对保护西藏文化及藏系方面的贡献，同时呼吁各藏区团在叙述传统戏曲故事方面进行创新，让年轻一代的藏人继承下去。在强调保护藏系和其他传统文化的同时，司政承诺藏人行政中央将提供便利，同时呼吁流亡藏人在保护和促进西藏传统文化方面做出贡献。第25届雪顿节庆祝活动将持续到4月13号。来自印度、尼泊尔和美国的8个藏戏团将在为期8天的活动期间表演白马沃巴、苏基尼玛、曲加诺桑等传统戏曲。本台将通过脸书全程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的代表和自由活动家于本周三4月6号聚集在日内瓦全球外交和人权中心，参加第14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本届峰会特别举办中国的人权斗争为题的会议，邀请西藏流亡诗人和自由活动家丹增尊珠先生、维吾尔运动的创始人鲁山阿巴斯女士和美籍香港社运人士和各国议会联盟中国卫听顾问邵兰女士发表演讲。在当天上午的会议上，丹增尊珠先生分享了他曾经前往西藏时的艰难旅程和遭中共拘捕后在监狱关押期间遭到苦刑虐待的经历，并进一步介绍了西藏的历史事实，表达了他对中国独裁政权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中国人民的关注。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随着欧洲各国对新冠疫情限制的缓解，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江央诺佩周末藏语学校于上周日4月3号在布鲁塞尔举办了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2周年纪念活动及儿童文艺晚会。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在活动上致辞时，称赞了年轻一代的藏人承担起保护西藏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的重任，并呼吁流亡世界各国的藏人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积极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文化。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